大家好，歡迎收看福氣來咧，我係 Rita 林玉天。哇，呢下當地嘅撇處嗬，大家係咩似到講，不用聊天出而出去聊呢？咁個傷心講，假期冇人到啦，又係要錢多，以為冇嘅事情啦，所以該用個山咯，上去環遊世界，開始調個金風嘅節目，耶！書中詞語王建武繞長度，兒童文學作家 Rita 非常喜歡，大家係非常喜歡嘅了解啊，當電影寫嘅先生，千樹你先生喺節目當中，我同大家好好來分享，同大家出嚟聊哦，來分享先生你好。大家好，我係陳素儀，陳素儀是Rita嘅樹長嘅兔子阿姨。耶，阿姨你好。係阿姨。哇，今日嘅先生嚟到節目當中，佢變性了，兔兒阿姨哈。呢阿姨呢，有乜拿嚟拍照？咪同 Annie 嚟聊啊，同佢出嚟聊啦。係啊，其實嚇，今日同大家分享，主要係先生有新書出來咧。兔阿姨現在呢去露營，去露營哦。去露營係呢下東西行嘅活動咧。青島，我知道最近Annie嘛，青島看到爸爸媽媽同細佬出來露營嘅嚇，不少。係接觸太自然。我知道露營真好啊。係啊，我知道尤其好，你係帶啲都市嗬。老細細喺大個種下。啲新竹啦，講下坡大，所以其實我目前為止人生當中100露營，100天，是你下100天，不過我遲到暗夜嗰種點錢，當場我轉到家鄉，所以度度行我度到家寒流前浪嘅時間，又降到啊，又降到，不過我遲到1號啦，1號是講冇不可按熟悉啊樣。好像我都了解係露營嘅概念，當培訓練習嘅概念，練習嘅概念，係係出關咧，咩地台灣咧？去日本咧，喺北海道。係啊，你概念。有冇哎呦容易呢？係家下講你啊露營係去日本嘅北海道，韓國人講要兔阿姨之前嚟春花秋月，咪係去日本。係，錯，佢係去日本啊。你係去日本？係，去日本咪係兔阿姨。啊，大體日本是兔阿姨啊，寫成咗來。寫成咗來，係，開始一系列的書哈，兔子阿姨也提日本，可能Rita會知道講，喲，原本因為開始寫兩本書，係就係講，哦，呀，開始是希望寫3本嘛，其實冇啦，其實一開始哈係是講去歐洲，啊，啲提本去歐洲嘛，係歐洲啊，是想講，平時我自己是會寫故事，然後本身我看嘛，然後小讀者分享。但是想禮拜出來去歐洲聊哈，是想然後個旅遊的經驗，每本是我強下來看咯。來看世界啊！係，知道。可是想我用乜嘅方法，用乜嘅方式，做得咧記得沒看到真神奇，啊，真愛看，然後是講日本嘅遊記咧，寫是寫得好普通，好平常。就是太難看咧。係，梗係太難看。成日要學神奇的，要講古嘅方式，寫記得，係寫記得來看，所以他開始想，我是到一種寫信的方式，哈是，你也要寫講，是素儀老師寫信的是覺得，哎呦，我寫信，錯。咁有冇想講變性兔兒呢？該2本書第本讀我記得係第11篇啊，係第13篇就講到，原本因為講按到兔子阿姨啦，其實是一下開始是有假設講你做寫信的原因係去學教到小朋友講故事嘅故事阿姨。其實到小朋友強加講出去歐洲一來年，冇辦法來讓你講故事。應該是寫信的本意啊。用 email， 用 email 做得看得到。對 ，email 先本，因為唔係大家時候就電腦哈，就信箱是先傳本信上，信上咪都班上嘅電腦冇時間出來本大家看。咁用慢人按到
土儿呢哈，是因为俩家讲故事的故事阿姨呀，让俩家班上的小朋友哈，差24岁，全部是属土儿。属那个生肖啊哈，系兔儿，就是记得小欧是按照小兔子，来讲古的阿姨是按照兔子阿姨。哦，很等印象，所以你真跟小兔哦。咱是地理台湾用英文啊，因为其实我没小兔。我小老虎，哎呦，所以你也讲老虎阿姨，哎呦，懂电影啊，哎呦，谁也老虎阿姨写成了类似，哈，所以起到我们是啊，土儿还问孙，嘿，土等一下，哎呀，形象啦哈，所以是讲按照土儿阿姨写成了来，啊，我们两本去欧洲诶写了10几封吧，哈，将近10几封还是20封的信，下转来，我们是起到，还不少小朋友，从吹喜时当个小朋友是为了让他讲，老师我没有去过那位，哈，只当就交流啊，就当没去过的小朋友，其实会觉得，还没，我没想来去看看呢，哈，是。引起他们的兴趣这样子，我们是去到那俩幼师出版社哈，给主编啊，给是去到，老师你看就给吧10个小兔子，嘿，所以我想，好啊，就因为去日本嘛，就去过2、3次啦，是想，就一次是去看樱花，春天啊，哈，春天去看樱花啊，我们有日白是去秋天去看个枫叶变色叶，嘿，是想，好啊，开始都。兔子阿姨俩白是没去欧洲嘞，是去日本看花儿看变色叶啊，所以去日本是按照兔子阿姨的春花秋叶，不是秋月，是秋叶，对。所以大家看到了3本书是讲哇，兔阿姨很好，吹起来很记得安尼啊，写图啊，写图可能哈，你讲哈，相信安尼动想出来了，不过。像是冇法度咩，也冇喺度時間啊，也講爸爸媽媽冇法度同安尼去，也講啊很細，冇法度一去是去介人嘅。不過透過了兔兒阿姨講過嘅，你是天然兔兒阿姨嘅木主吼，你安尼嘅細木主未看到咧。這3本書我愛看咧，佢都係算散文嘛，哈。係錯，散文。啲讀嘅了寫作嘅方式，很係有點冇共人哈。像了第一本。寫信呢，書信體的。書信體，那第2本，加講佢算佢係寫嘅係都喺部落格地位，所以算短文啦。部落格地位都係短文。係，那第3本是錄音咧，日記。那地圖啊，實在動生氣啊！那地圖有動到嘅角色，你明明是兔兒阿姨3年前，那地圖還有5個電影寫嘅英文。係，因為我提到講，你寫日記來講哈，是兔兒阿姨一個自說自話、自言自語哈，提到冇乜嘅生氣哈，是特別是設計5隻聲音呢，個聲音呢帶哪位呢？帶兔兒阿姨這個心肝頭哈，按到嘛喜怒哀樂。喜齋加一隻迷糊蛋喜怒哀，那就那個名哦，喜就叫做喜兒，怒哀啦按到阿爆炸了哈，哀是很比按到小哀，樂是樂樂，還有一張迷糊蛋，所以你出去路人嘅時節啦，你拄到乜嘅事情，我心肝頭係會燒陽半銀河哈，落水了暗台嘞，怎麼辦哈？那個小哀是會走出來，叫你不要來，你就要來。可是等你買問題解決嘞，你知道，還是太棒了，我有來錄影着。樂樂是會出來講，對沒？你看多好玩吶哈！所以就是心裡頭該人家來寫，偶爾會出來讓兔子阿姨對話啊。你要當真實呢，因為你心肝度總係會有冇窮樣的想法。錯。你講以前咋簡化，懂嗎？天使讓魔鬼啊，兩方冇窮樣，一隻烏一隻拍嘅意見。對。其實你的情感很細膩，好嘿，又加上這個小迷糊。對，其實小迷糊出來當多詞，體育片哈，出發世界嘅時出來咧。係啊，那有人講，帶來安多嘅心理，哇，都幾重。
烧一天该用个啥？原来巴蒂这个不行哈。我了白带2-3日哈，我兔子阿姨嘛，她就叫阿牛叔叔。我2-3日带80公斤的行李，哇塞，分做8大袋啊。好，开始去地勤该时间交托运行李的时间啦，就8台，还是算这2、3、4、5、6、7，奇怪咯，200人算，他那烧一天。少一件，你的戏路样吼，你少一天开始涨动。系啊，你係乜嘅？話佢冇帶到，冇是乜嘅東西冇帶到吼，嗰時反是真緊張啊！實在200人算很係少啊，無咩很係阿牛叔叔講，你後背8年該沒愛算落去啦，但是迷糊蛋上升啊，對。哦，所以就你啱啱講吼，你迷糊蛋算出來最多擺係啊？應該係出來最多擺，不過係算來講吼，其實嘛冇差程度啦，相信你會好，然後你係愛什麼嘢咧？我跟大係講，我一家好煩惱，然後創下小孩子就覺得啊怎麼辦啊又怎樣了？常常會，比方講我倆下出去了，我按到行李冇可能講創下水性帶人去，我是會不用個帳篷地擺度啊，拉鏈是拉下來啊，我是去到我你是出去了了哦，你也冇鎖啦冇乜嘅，你拉鏈就下來是，可是嘿，你是下個月會安生哦，會安煩惱，可是人嘅下來。咁少少我講埋東西得睇嚟事情咯。可能人做行業咪行業本啦，好，該會嘅國家社會嘅秩序咪還不錯，所以下開始嘛會小階段啊小，可是會拄到程度啊，你知道當升級事情該樂喜嘅，該都未強人會強下會出來啦。哇，所以我知道講，真嘅嚇，出嚟了又係講特產嘅性嘅冇強是會拄到當到升級嘅事情。等下節目當中咧，繼續來同兔兒阿姨來分享哦。大家轉來同兔兒阿姨講古了，哇！頭先呢啦，親屬人先生吼，佢根本嘅係兔兒阿姨，佢講咧，佢吹了吼，我知道我非常佩服佢吼，無論係喺歐洲、去日本，係咧自助旅行，係講自家去露營哦，你咪算自助的露營啊，完全自助，冇咁簡單嘅吼，我是講咧貴家講遊記咪好吼，去看世界吼，要個當重要誒。你的靈魂伴侶是係咧樹地圖的阿牛叔叔，阿牛叔叔。對，為什麼他叫阿牛叔叔？就是他真的是小妞，所以係唔係阿牛叔叔？當圈六個啦，當神嘛，當年紀，沒就對我牛脾氣啦。哎呦，當人講下。咁講我看咧樹地圖，我知道阿牛叔叔吼，佢當重要係講，相信咧迷糊蛋走出來，是，然後講我社會世界吼。佢會發揮佢安定的力量，他很穩重。佢聽講，唔是說暗看唔係啲街咩，又唔是說地下水天咧，你是做得搭帳篷嘅樣板咧。所以其實對我來講，真好啦。你緊張嘅時間啦，你有煩惱嘅時間，就將你做那麼穩定的跟你穩住下來。哎呦，我看到阿牛叔叔嘅背影咧，佢畫圖，佢畫水彩。總得本大家看到嘅正面嘅，睇個看呢定印象嘅圖。哦，阿牛叔叔基本上他也是一位畫家。對，畫水彩。畫水彩嘅。所以相信用因為問你講，你兩三有合作作品麼？哈，其實佢算純粹嘅藝術創作，然後插畫冇乜嘅強咯。所以目前來講，我兩三冇講，我寫幾來畫圖，目前還蠻有事。該會去看啊！希望還有後面就合作嘅機會。有啦，線上會見寫下戲咪情緣節，情緣節。所以咧，兩三人搭去到東河，兩個人都係一個創作者，都係藝術家。咁個人講，藝術家總係要與眾不同的地方，才叫做藝術家嘛，對不對？異於常人的地方。但兩三人一切都係按火腦哦。冇，相信你講吼。
讲话世界上是牙齿咪会拗到什么？多多少少还係會啦，有的相信嘛個意見，有的冇強人嘅時間。可是我去到出門到5倍哈，你可能係還有，尤其你係去講嘅語言有冇幾通，你嘅日語啦，德語、英語都唔係講當好啊，你係有嘛個冇強人嘅意見時間哈，我去到對我兩三來講，反而唔會強不卡啊，動台上啊，超越，反而會特別好冷靜下來哈。因為你倆問題就聽到解決嘛，你沒有解決，你就後面是總得延續下去，所以反而出門了之後哈，信唔信會好平和的情形下來討論問題嘅。哦，跟兩曬性格上乜一文哦哈？還好，因為對，蒙吹也係像你係都不看兩邊，像超我蒙慣了應該是吹氣的，我是你有沒？你倆窮下吹氣旅行棚帳篷，你是一頂帳篷，所以一聽就是坦白開門見山是我的感覺很勇扮演，我啟動勇扮演，你走的勇扮演解決，反而好順勢，使到佢處理掉嘞，因為。感覺是很一兩三相依為命的，真嘅。係啊，出門是係安嘅啦。有人會搞到歡喜咩？係啊，所以其實窮下出門還不錯啦，真嘅。好搞啦哈！一擺最新嘅書咧，圖阿姨錄音機呢，我小兩本書當到係挑戰社講移動日本北海道，佢張嘢嘅錄音，80公斤嘅行李，你抱佛有80公斤，有8大件，我個啦，我個沒有帶哦，電，還有兩種露營嘅台嘅電呢，摩托又好重，用10個包，是用10個兜兜嚟。一天帶很多東西呢。其實一下開始時間哈，未真緊張呢，我想講佢安然呢，尤其係路上呢哈，所以身邊嘅朋友啊，跟我講，你兩下當勇敢哦，當勇敢。其實一下佢，你兩下係讓我講，你當勇敢，我前歡喜哦，該下你兩下講。你當勇敢，其實我心裏頭就都驚驚啊。講笑啦嚇。係唔少啊！我講，哎呦，像你講，你頭先講，我個老會帶哦，電腦老會帶啊。路上是很容易。係，其實一大嘢啦。你係講3、4年禮拜，可能你而家回到去住，嗬，慳做得。可是一大嘢，我算的是，係一家帶過去啦。3萬的。係，其實兩都還。沒問題，我知道係問題是講，你想啊離開不卡這個嘢，然後冇乜個措施來維修，然後沒帶旅社哦，你上次報名愛吃啲講，喺貴州露營區哈，佢雖然開放咧，可是佢嘅露營咧旺季還蠻多，佢差不多6月開始，所以貴州露營區哈。是愛到梁山，愛到係其實係時山，還有張小珍叔叔啦，跟太太玲玲阿姨窮下，是愛兩頂帳篷都來介位嘅。可是你爆衝呢，還好哦。你下去到當好，可是嗰行你會緊張，你會覺得尤其你兩下都市裡頭帶好久咧哈，唔像細時間好讓大自然安接近，所以其實嗰下講好，我愛去。嘛係經過前蒼橋嘅考慮，想一想。講歸講啊，哈，是哎呦，該社會感覺是走出來。我就那情景，該下是小愛，從下小愛走出來，真緊愛去咩？本大家看哈，其實錄音我準備當到的東西，現場你有準備這個身經百戰的帳篷，這個是外帳嘛？這個帳篷挺神奇哦。其實我本來是有點帳篷啊，係8到13強啊。算大帳篷，係慢太窄嘅。我都帶過去日本世界啦，是係帶了舊帳篷，差唔多10年嘅老帳篷咧啦。你即講咯，有針嗎？阿媽其實就唔得怪佢咧啦，其實阿媽啦，30年嘛哈，差唔多到20年嘅時間。你會發現講嘅風吹到啪啪啪啪，然後中間哈，其實佢唔係破洞咧，佢係個連嘅線。縫線當個，有的那個小洞，所以佢會用兩種嘅膠帶粘起來，佢其實唔會用水走落來，可是佢嘅膠帶已經不粘了。
所以这水是会漏水，然后风吹过一次，哇，我们没办法呗哈。阿牛叔叔马上就决定说，好，卖信来，好卖信来是入信不？请放弃哦。可是该对人家老帐篷求啊，你是不是啊有点舍不得呢？我们是，可是你也冇可能10個樓去8轉了，因為你要賣新的帳篷咧嘛。咁厲害，有冇大轉了？那張係外帳亭。哦，內帳是內帳係，該都是全部是韓國該一節一節的該撐起來骨架哈，是全部冇帶轉來的，是帶在外帳轉來是講所以你要紀念。嘿，走在紀念。那外帳大概也是很大哦，八個大的。所以你都係真嘅係，對啊，相親嘅人啊。嘿，就是真嘅要到去當8轉來做紀念。係咧，而且真嘅人看到佢出去聊吼，我就講真的很多不一樣的心情。從禮拜日錄音，其實我起的吼，除了錄音，家下你遇到個甘苦談，是，咁個吼收穫動到，係我都有看到花啦，嗰個社會餐啦，係嘛？通常哈，你係講到北海道是上到冬天落雪哈，一片白白的，韓國丹頂鶴，韓國一天社會餐，哈錯，凍到晚餐。我到禮拜日係算4月出發。差不多係春天，係算嘅春天來講，是你看佢當春苗嚟嘅紫色一大片嘅薰衣草哈，都長種落去，蠻快發，所以你看到嘅薰衣草花園哈，差不多係一大片，它係綠色嚟。好，可是所以你覺得哎呦咁厲害去，可是薰衣草蠻快發哈，佢有一種花兒按到知音。哦，咁係凍漿，係知音凍漿。你一下聽到音會知道，哎呦，嗰係櫻花麼？唔係櫻花，一下佢時間都是會那個攤啊，係樹啊嘛，我們看到人係，全部填喺度，係鋪到填咧。哦，佢看到長影，佢有粉紅色、紅色嘛，哈，佢曼片、桂山曼片全部係粉紅色。圖阿姨，你看到長影粉紅色嘅海洋。我今年哈，我是看你去追知音啦，看紫藤啦，等等啦哈。哦，我非常想要去。花兒，嘿，你非常正。你講到紫藤咪就真神奇嘅呢？梗係天意本啦，中華秋月講嘅。我都去一家法人地百度看紫藤，這紫藤係上百年的老紫藤哦。門票冇便宜哦。冇便宜哈，從下你賣東西從有貨比三家，賣好便宜嘅字，應該賣到好便宜，很高級。可是哈，你而家在法人街當神奇，你買到嘅東西，嘅門票哈，越貴你會越歡喜。因為花開到越漲。錯，嘅花係冇開到冇乜嘅花開哈，其實會收好便宜嘅門票。係，嘅花開到凍漲時間，其實會好貴，所以你買票先知道，我買到按貴然後真好，愛歡喜，愛歡喜，落去翕相，去看花凍漲，越貴越美麗。越貴越漲。啊，後尾禮拜去看知音哈，我都去到都唔是賣門票嘅，知音對，大部分就沒有不用買門票。韓國我看人家樹地圖還有魯冰花。哦，魯冰花，魯冰花。你就要當出名的電影啊，係主題曲啊。韓國你客家人講阿妹嘅花是係魯冰花。哦，你台灣看到嘅魯冰花係該黃色咧，細細，可能到了做個好愛豆哈。可是你去到日本看到嘅魯冰花哈，青果，嘅品種可能冇強啦，係青果哦。我去來我差唔多158到160，基本種喺耳朵了。哇，安夠啊！係而且啲花絮當窗。嘿，然後花朵美，青苔類，各種顏色都有，而且還有漸層色而且青松老我去到當河外的樣子，就是你講的知音哈，他們園藝家或者是農民特別種可是嗰個魯冰花係野生的野花呢，哇，佢上去都轉短身，上去都電線桿旁邊，是凍豆嘞，是凍豆，你是去到看到哪裡都一幅畫的感覺。哇，所以聽你圖阿姨真緊從人出去聊哈，韓國聊書，我其實我們當場係散文，根本就是旅遊書咧，我嚟講參考。其實做得係去哈，真緊那人去哈，係邊看那看哈。好，等一下呢，到咗喺節目當中，圖阿姨還有更多精彩厲害嘅事情同大家來分享哦。
下转到福起來咧，今物嘢吼實在很好搞哦，天然圖嘅阿爺木做安尼係厲害哦，吼。家下呢，安尼講到係路洋啦，韓國係日本啦，其實吼圖嘅阿爺係去咧歐洲咧係睇一本書嘛，吼。我知道係歐洲，然後係亞洲嘅國家，其實咧文化爭東東。我講日本其實上去食東西，他們還是以米飯為主。對。食的東西還撈安尼口目一條。不過係歐洲，我知道有爭東東。哦，爭東東，我知道。記得是麵包嘛，哈。我知道麵包我還可以，還走得接受哈。可是給調味應該是怎麼辦？調鹹，很鹹，凍鹹。所以你從喺度去到，你的台灣話是意大利麵的，我去意大利嘅五漁村啊，然後記得走勝利後當厲害哦，記住你的繁體中文字哦，還有你台灣去的旅客來推薦的，用中文字推薦哦，所以你也去了，乜嘅看唔識，兩個可能是，我是識解的，是看起寫，可是你看，對意大利該會吃意大利麵。應該真好食，可是我吃到未強鹹，所以我想來到台灣的意大利麵，應該要讓的胃口稍微調，對，所以我到該為時間食東西，其實哈，我到自家煮的機會真多。哦，我到會去嘅那個超級市場，哈，然後去賣，專門賣乜嘅，賣雞蛋做水煮蛋啊，然後番茄啊。韓國洋蔥啦，煮湯喺度樣，配嘅麵包。啊，出發時間我哋要帶聲音帶1斤米。哇塞，你都很帶米，就煮飯。可是前幾個禮拜是實體嚟啦，那係我都是每個人係食嘅麵包啊。對，反正要入境隨俗，對。可是上次會看到幾多好特別的東西哈，你是會吃到講，我來試一下。你講一種按到朝鮮雞佢未化嘅呢，可是一類樣上到東江，東江你吃到，其實你台灣呢就到超級市場咪就買，可是佢賣阿媽那貴，所以我去不是講來買。來大家看下圖片，其實我像一類化嘅人哈，看到嘅時候我吃到一場咧蓮花也係冇。一類化嘅，我們喺度去到德國時間啊，就嘅超級市場是看到像一樣哦，咧一粒，沒有到像咧火龍果咧外形那樣。可是你是吃到當好奇，記得我們啲有咩事，然後下看價錢，算啦係，唔會貴哦哈，是當好奇呢，是那兩類，大轉移做時間。你有沒有事？是不用嘞，不用嘞，都自家時差啦，哈，自助旅行啊，自家時差。我們來到哪個國家嘞，哈，我們找個款，還係兩類啊，不用嘞，我們的冇來說哈，是這樣去快遞嘞呢。我們是上網去查怎麼兩百件事，我們組合嘞，我才發現，幾個規律當這樣的發而當高哈。全唔得，你係記得咧外殼，是咧地圖咧，地圖泡泡的一片，食起來就都有像cái那個菱角軟角的啊，鬆鬆的，沒有到像糊兒啊，一點點，冇糊兒安黏哈，沒有那麼黏，冇，所以還蠻好吃，可是其實就是你組合下來煲啊，我們應該到意大利時間有可能幾多年就買。小好啊，嘅是一袋嗰啲，本來是冇買來食的，但是冇共用的經驗，有經驗過，有去過是，所以平常都幾家會食團哈，喺度自家煮嘅機會挺多。我們記得未會食嘅牛排，好，喺度我自家買咗來煎，因為喺度煮帶嘅喺民宿上去叫做廚房嘛，我記得帶一個農場嘅民宿哦，挺好哦，佢自家就做紅葡萄酒。白葡萄酒、韓國橄欖油，其實3罐都該做個人表演。該橄欖油給你沾麵包，澆沙拉，葡萄酒給你配，也是我們自己吃。因為都享受誒，真享受啊！所以出國是看看拍生人的文化，食的東西。韓國食的館是都是對的，還是唔管是上去咪自家煮到，係自家食嘅館嚟。係啊，像咧出國，像我自家去歐洲嗬，我是會跟天想講，歐洲當家，其實食嘅東西，反正我去到哪，我是天然食，反正去看了沒。不過有一點是安全當重要，咁要拄到個皮包不能打開來呀，所以我對你啲本書哈，我問讀者啦，係
运气当好，还是运气真唔好？是讲我到该游览区的时间啊，看到一只妈妈去男的一只小孩，然后小孩后尾其实喊那一只疾病啊。哦，其实你嘛个眼睛，佢讲的话我听唔清，我讲的叫听唔清，可是佢是靠近我。佢竟然人讲话係，竟然讲话，啪讲我听唔清，后尾阿牛叔叔佢好緊張吼，然後其實俾人拉走，叫聽唔識算咧，你其他人會攞去聽書。係，我都是走，行開咧，行開到面前啊，一隻紅綠燈，我就等紅綠燈過馬路嘅時間，喲，跟男人說，我嘅太太又過來咧，又過來讓我講話，我你聽唔識啦，阿牛叔叔讓我講，佢那一隻東西哈，不用我收咧呢。阿牛叔叔講，冇那撇晒嘅東西，冇那撇晒嘅東西。我一下看，沒撇晒嘅東西啊，很矮嘅小布包，一張小包，一個小皮包、小布包包。個包包底邊讀表愛護照，還個小錢包。哇，嗰咁重要呢？係啊，護照誒，用嘅噻。係，啲聽係是麻煩。我們。我講唔係記嘅東西，係我自家嘅東西咧。我們阿牛叔叔是，我啲東西是那度哈，其實實讓我來走。我是看嗰隻男人時候，我係媽媽是這樣見看我未看幾下，我都是走，其實走睇咧，走睇咧，我是個包包打開來哈，東西很彩嗎？很彩誒，哦，咁你真嘅係當好運，真嘅當好運，係奇怪，錢未很彩。可是就等於是為想，係我自家講我特體記到我念起來麼？可是冇買可能啊，因為我面前把背包面前哈，又蓋太陽眼鏡，太陽眼鏡對最面前，我底部都係裝係嗰隻小包包，嗰隻小包包係特體個太陽眼鏡應該未全部特體咧，可是個太陽眼鏡很彩，而且個拉鏈拉到當開，我自家完全冇感覺誒。哇！今天可能佢提一擺靠近我嘅時間哈，是用乜個動作咧？我們唔啲買眼鏡叫做彎愛，彎愛我吃到啲擺東西完全冇痛哦，完全強朗。很貼切的。係，所以我是到真緊啊，像你頭講啊，運氣阿媽運氣當好，因為前當然係應該冇，我東西唔見睇，是差唔多咧嚇。係真緊，我真緊唔啲佢其實。唔簡單，所以咧表示講做得繼續寫、繼續圖，你去旅行嗬。我第禮拜嗬，可能圖阿姨目前來講，係出嚟3本書，嚇，還會繼續寫下去啦。其實有想啦，嚇，像我寫第一本時間，冇想到講，後邊還有2本，可是我寫第2本時間，其實是有計劃講，繼續寫下去咧。所以到目前來講，嗬，第4本還冇乜個確定。佢哋喺構想當中，係還冇蠻確定，唔啲繞啦係冇。可是我兩下好重要是又寫個我記得是在福建嗰度介紹個女子家的餐桌，係寫你客家人寫嚟薑絲炒大腸啊，嗰啲，我該係一本書咧哈，我兩下開始寫有的文章誒故事的國語日報連載，其實未係女子。可是唔係寫出來咧，伊寫係女子家的玩具箱，寫搞誒，像你睇唔啲細時就丟沙包，有，你咪自家做，你咪自家做哦，係，是講底下嘅成員都好少看到，見到搞了的東西，可是個其實蠻挺神奇啊哈，所以應該是又到去寫成故事啊，然後稍微又講一下楊曼燕嘅做法，係做的，韓國打彈珠對吧？係啊。又很注重哈，我都按到撇薄啊，撇薄啊，我啲，你也啲啊，因為細時嘅阿婆記得會教，他們自家用紙紮咗從重嘅強用，啪，所以當頭下，我是會用竹筷啊，用樹枝啊，錯，係按你教嘅東西就要強用，係因為教我哋成件事。當要福氣啦，睇你阿公阿婆，喺個要按熟包嘅兄弟姊妹，係，佢像你係玩具，你自家做嘅哈，然後你下去玩具賣轉來哈，是錢冇強浪啦，但是你下是要陳英俊寫的故事來介紹，你細時教嘅玩具。哇，無論係發現咗圖阿姨，又係講女子家，哈，女子是唔係阿姨，還是可愛的女子，所以希望呢，屬於先生哈。
继续带本大家动到的感动，动到的惊奇。当然，其实地图还有动到故事啊，譬如讲赏樱花，在樱花雨中啊，起脚踏车等等。也是要向大家自家来看书咯，动好看哦。今日再次希望涂阿姨，好，谢谢。希望，希望所有的朋友呢，睇咱涂阿姨轻松欣赏的作品哈，涂大家去看世界。大家继续睇咱欣赏，而咧做运动了，长累了。